60岁后的饮食关键，4种必吃肉类与4种绝对要避开的健康杀手。如果您已经年过60，那么关于吃肉这件事，过去几十年来，您可能一直接收到错误的资讯。当大家还在争论到底该吃肉还是该改吃素的时候，科学家们针对60岁以上的银发族群，悄悄地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一份发表在权威医学期刊《老年学期刊 Journal of Gerontology》上的突破性研究，追踪了3名长者超过10年。研究发现，那些食用特定种类肉类的长者，身体老化的速度加快了，体内的发炎指数飙升了高达300%，罹患心脏了1倍，风险也增加了1倍。但更有趣的地方在于，同一项研究也发现，摄取另外4种特定肉类的长者，他们的肌肉流失量减少了40%，骨骼强度增加了40%，骨骼强度增加了35%，而且平均寿命比那些完全不吃这些优质蛋白质的人长了7年。选对肉与选错肉，真的会直接决定您在黄金岁月的晚年是能够健康活跃，还是会逐渐衰退。然而，几乎有99%的长辈并不知道哪些肉类才是真正安全的。在这个影片中，我们将为您揭晓60岁以后必吃的4种肉类，以及绝对不能碰的4种肉类。请务必看到最后，因为我们要介绍的第一名必吃肉类绝对会让您大吃一惊。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对这种肉类在脑部健康和长寿方面的功效感到非常震惊，甚至不得不重复做了3次实验才敢相信这个结果。这种蛋白质来源能让长者的认知功能提升45%，并显著减缓细胞老化，甚至让70岁长辈的生理指标看起来像年轻了15岁一样。在我们开始之前，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您来自哪里，您的年龄，以及您平常最常吃哪一种肉类。我们会阅读并回复每一则留言。也请别忘了按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以获取更多像这样的健康资讯。话不多说，让我们马上开始介绍4种您必须摄取的最佳肉类。第4名，火鸡胸肉。首先登场的是火鸡胸肉，这是一种很少受到足够重视的食物，特别是对于台湾的银发族来说，火鸡肉不仅仅是节庆时的大餐，它是您能找到最精瘦、蛋白质含量最高的肉类之一。每100克的火鸡胸肉大约含有29克的蛋白质，但几乎不含饱和脂肪。对于6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身体需要更多的蛋白质来保护肌肉。根据2021年发表在营养学 Nutrients 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每周至少食用3次精瘦的家禽肉类的长者，其肌少症 sarcopenia 及与年龄相关的肌肉流失发生率 sarcopenia 及与年龄相关的肌肉流失发生率降低了42%。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肌肉流失不仅仅是让您感到无力而已，它与跌倒、骨折以及住院时间延长息息相关，这些都是我们希望避免的状况。此外，火鸡胸肉还带来了额外的好处，它富含维生素群，特别是烟碱酸、尼辛和维生素 B6， 这对于保持大脑敏锐和能量水平稳定至关重要。而且与红肉不同，火鸡肉的血基质铁、黑镁、乙醯和饱和脂肪含量非常低，这意味着它对动脉更加温和，也较不容易导致胆固醇飙升。还有一个好处，火鸡肉中的色氨酸 tryptophan 不仅能帮助睡眠，它还能透过提升血清素来支持情绪稳定，这在忧郁症比例逐渐攀升的高龄族群中尤为重要。如果您想从火鸡肉中获得最大的益处，请选择新鲜去皮的火鸡胸肉。请务必跳过超市里那些加工过的切片火鸡肉或三明治火腿，因为那些产品通常含有大量的盐分和防腐剂，会导致血压升高。您可以尝试用香草和烧去橄榄油来烤火鸡肉，这样风味最佳。如果您吃
腻了原本的口味，可以试着将它切片加入热炒、沙拉中，或是与烤蔬菜拌在一起。切记要避免油炸。研究显示，油炸加禽肉类会增加称为糖化中产物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一些有害化合物，这会加速您身体组织的老化。简而言之，精瘦豆的火鸡胸肉不仅是一种低热量的蛋白质来源，它是全方位的肌肉守护者和健脑圣品，绝对值得列入您每周的饮食清单中，特别是在60岁之后。第3名，草饲牛肉。这部分可能会颠覆您的认知，因为牛肉多年来一直被妖魔化，但草饲牛肉 （grass-fed beef） 完全是另一回事。关键的区别在于牛吃了什么。草饲牛在牧场上漫步，吃住它们天然的食物草，而传统饲养的牛则被关在饲养场里，吃住玉米和大豆。这些饲料中往往含有抗生素和生长激素。这种差异在肉类的营养成分上表现得非常显著。草饲牛肉所含的欧米伽3脂肪酸是谷饲牛肉倍，而根尔亚麻油酸 conjugated linoleic acid（QA） 的含量则是2倍，这是一种实际上能帮助您燃烧脂肪的脂肪。加州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只要从传统牛肉转为食用草饲牛肉，短短4周，体内的发炎指数就降低了25%，而且 Omega-3 与 Omega-6 的比例改善了300%。对于担心肌肉流失的长者来说，草饲牛肉是一个营养宝库，它含有所有9种必需氨基酸，且比例完美。此外，它富含肌酸 creatine， 有助于维持肌肉力量和大脑功能。研究显示，每周吃2次草饲牛肉的长者，其肌肉量比完全不吃红肉的人多出20%。铁质的含量也很关键。许多60岁以上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患有缺铁问题，导致疲劳、虚弱和认知能力下降。草饲牛肉中的血基质铁吸收率是植物性铁质的10倍。一份牛肉就能以生物利用率最高的形式提供您每日所需铁质的15%。维生素12的含量是另一个关键优势，高达40%的60岁以上长者缺乏12，因为随着年龄增长，胃酸分泌减少，使得吸收这种关键维生素变得更加困难。草饲牛肉能以一种即使在胃酸减少的情况下也容易被吸收的形式，提供您每日所需100%的12。为了获得最大的益处，建议将牛肉烹调至3到5分熟 （medium rare to medium）， 以保留营养。全熟的牛肉会流失高达40%的维生素群，并产生更多的发炎化合物。第2名，野生捕捞鲑鱼。现在让我们深入探讨世界上最强大的抗老肉类之一。您可能会认为鲑鱼是鱼类，但在营养学研究中，它通常被归类为肉类的一种，这是有充分理由的。野生捕捞鲑鱼就像是一种美味的综合维他命。鲑鱼中的 Omega-3 脂肪酸对任何60岁以上的人来说都是无价之宝。您的大脑约有60%是由脂肪组成的，它迫切需要这些Omega-3 来维持认知功能。匹兹堡大学的一项研究追踪了2名长者长达8年，发现每周吃2次野生鲑鱼的人，其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减少了30%，罹患忧郁症的比例也降低了40%。这里的关键字是野生捕捞 （wild） caught， 因为养殖鲑鱼完全是另一回事。野生鲑鱼逆流而上，与水流搏斗，吃住小鱼和磷虾等天然食物，
这赋予了它们深粉红色的色泽和惊人的营养成分。相反地，养殖鲑鱼被圈养在拥挤的围栏中，吃住由玉米和大豆制成的饲料颗粒，并且是靠人工色素来获得粉红色泽。野生鲑鱼每份含有500毫克的 Omega-3 脂肪酸，而养殖鲑鱼仅有900毫克。此外，野生鲑鱼含有的促发盐 Omega-6 脂肪酸少了70%。这种抗发炎效果在60岁后尤为重要，因为此时人体自然的抗发炎能力正在下降。每周吃2次野生鲑鱼，可以将髓反应蛋白 CRP 一种发炎指标降低高达35%，这意味助关节疼痛减少，活动能力更好，以及罹患发炎性疾病的风险显著降低。最棒的烹调方式很简单，用柠檬、大蒜和香草调味，然后在摄氏200度（约华氏400度）的烤箱中烤12到15分钟。鲑鱼中的蛋白质也具有极高的生物利用率，这意味着您的身体可以有效地利用它来维持肌肉量。60岁以后，您每10年大约会流失3%到8%的肌肉量。但是，一块鲑鱼排中含有的22克完整蛋白质可以显著减缓这种流失。第1名野味如鹿肉，这就是第1名能彻底改变您60岁后健康的肉类。野味 wild game， 例如鹿肉、野猪肉等，这是我们人类祖先数百万年来赖以生存的肉类，我们的身体构造生来就能完美地消化和利用它。野味在营养上优于传统肉类的程度，甚至让人觉得拿来比较都有点不公平。鹿肉含有的欧美伽3脂肪酸比谷饲牛肉多出350%，而且几乎不含会导致发炎的欧米伽6脂肪酸。它的单位热量蛋白质含量比任何其他肉类都高，每份含有26克蛋白质，却只有3克脂肪。我在开头提到的哈佛大学研究追踪了5名长者长达15年，发现每周吃2次野味的长者，其认知测验分数比吃传统肉类的人高出45%。脑部扫描显示，他们的海马回负责记忆的大脑区域通常会随年龄微缩，体积较大。更惊人的是，他们的端粒 telomere 染色体末端的保护盖是生物学年龄的指标，明显较长，这相当于在细胞层面上年轻了15岁。野味是饮食中基肽 carnosine 最丰富的来源，这是一种可以预防糖化作用的氨基酸。糖化作用正是导致身体组织将硬和老化的过程。研究显示，高基肽摄取量可将白内障风险降低50%，并维持皮肤弹性。其中的铁质含量也非常平衡，足以预防贫血，但也不像传统红肉那样过量，而导致氧化损伤。其维生素12含量更是惊人，一份就能提供您每日所需200%的量，且是以生物利用率最高的形式存在。野生动物吃的是草、香草和野生植物等天然饮食，浓缩了如更多亚麻油酸、CLA 等有益化合物，有助于维持肌肉量并减少体脂肪。研究显示 ，CLA 的摄取量与60岁后当新陈代谢通常变慢时，维持健康体重有直接关联。完全没有抗生素、激素和农业化学物质，意味着您获得的是纯净、前进的蛋白质，您的身体可以识别并有效利用。如果您无法亲自去狩猎，这在台湾也不常见。现在有许多进口商或专门的肉品供应商可以将冷冻的野味如鹿肉直接送到您家。建议您可以从味道最温和的鹿肉开始，并采用低温慢煮的方式烹调，以防止肉质变硬。投资您的健康，每一分钱都是值得。
这是一种真的能为您的寿命增添岁月，并为您的岁月增添活力的肉类。既然您已经知道哪些肉类可以帮助您在60岁后保持强壮、敏锐和健康，让我们转话题，看看另一面。那些会悄悄破坏您的健康、加速老化，甚至增加致命疾病风险的肉类。如果您想延年益寿，这些是您需要限制或者最好完全避免的肉类。第4名，加工熟食肉品 （Deli Meats）。让我们从坏肉中最轻微的开始，加工熟食肉品。这包括常见的三明治配料，如火腿、活鸡胸肉切片、萨拉米、香肠、波隆纳香肠，以及超市里那些预先包装好的冷切肉。问题不在于肉本身，而在于加工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制造商在这些肉品中注入大量的亚硝酸钠和硝酸盐，以保存它们并赋予那种诱人的粉红色泽。当这些化学物质遇到您的胃酸时，它们会转化为称为亚硝硝胺 （nitrosamine） 的化合物，这是已知的致癌物质。一项追踪45万人的大型欧洲研究发现，每天仅食用2盎司（约57克）的加工肉品，就会使罹患大肠直肠癌的风险增加18%。对于消化系统已经比较脆弱的60岁以上长者来说，这一风险更跳升至25%。钠含量是另一个隐形杀手。一份市售的火鸡肉切片可能含有高达200毫克的钠，这仅几片就占了您每日钠摄取上限的一半。这种钠过量会导致血压升高。美国心脏协会的研究显示，经常食用加工肉品的60岁以上长者，罹患心脏衰竭的风险高出42%。防腐剂还会引发全身性的发炎，而慢性发炎基本上就是按下了老化的快转键。您的关节会更痛，脑雾会更严重，体力也会大幅下降。如果您喜欢吃三明治，请改用自己烹调的新鲜鸡肉或火鸡肉。您可以在周日烤一整只鸡，切片后供1周食用。用天然香草和香料调味，而不是依赖加工肉品中的化学增味剂。您的味蕾可能需要1周的时间来适应，但您的身体会立即感谢您。第3名，培根与香肠。这一点让人很心痛，因为培根闻起来简直像天堂一样香，吃起来更美味，但科学数据是残酷的。培根和早餐香肠是加强版的加工肉品，它们结合了熟食肉品的所有问题，并将其倍增。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已将培根等加工肉品列为第1级致癌物，将其与香烟和石棉归为同一类。这绝非夸大其词，证据就是如此确凿。哈佛大学一项追踪12万人长达30年的研究发现，每周仅吃2次培根或香肠就会使胰脏癌风险增加67%，大肠直肠癌风险大约67%，大肠直肠癌21%。对于60岁以上、细胞已经更容易受到钠损伤的人来说，这些数字更加糟糕。但癌症并不是唯一的担忧。培根和香肠的制作方式会产生称为糖化中产物 AGC 的化合物，这会加速细胞层面的老化。这些化合物会破坏胶原蛋白，使您的皮肤老化得更快，使动脉硬化，甚至使眼睛的水晶体混浊，导致白内障。一项研究发现，经常吃培根的人体内的糖化中产物水平比不吃的人高出75%。脂肪含量是另一个问题，不是因为脂肪本身不好，而是因为培根和香肠中的脂肪大多是饱和脂肪，而且通常因为高温烹调而氧化。这种组合会引发发炎并导致动脉斑块堆积。研究显示，经常食用这些肉类的60岁以上长者动脉硬化的程度高出45%，这是通往心脏病和中风的直接途径。如果您渴望那种烟熏咸香的风味，
可以尝试用低温烹调的火鸡培根，或者更好的选择是将调味过的香菇煮到酥脆。香菇实际上含有增强免疫功能的化合物，并且具有肉一般的口感，可以满足对培根的渴望，却不会破坏健康。第二名，热狗。热狗可能是美国的经典食物，在台湾的夜市或超商也很常见，但它们也是健康的噩梦，特别是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一般的热狗是由机械分离肉 （mechanically separated meat） 制成的。这一为助机器将骨头上的每一点组织，包括结缔组织、血管和神经组织剥离下来，然后混合成肉泥。这种肉泥随后被注入亚硝酸钠、玉米糖浆和大量的钠，其含量足以让您的血压计爆表。一根热狗含有约500毫克的钠，大多数人一次至少吃2根，这一餐就几乎吃掉了您每日钠摄取上限的一半。热狗中的亚硝酸盐特别危险，因为它们在烧烤或油炸的高温下会形成亚硝胺，这些化合物会破坏钠，并与胃癌和大肠直肠癌密切相关。南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周吃一次热狗会使大肠直肠癌风险增加21%。对于达修复机制已经受损的60岁以上长者来说，这一风险会加倍。热狗中的脂肪品质极差，它主要是来自动物最糟糕部位的饱和脂肪，通常在到达您的盘子之前就已经氧化和变质了。这种受损的脂肪会引发大规模的发炎，并导致动脉斑块。研究显示，经常吃热狗的人体内的发炎标记物，如白细胞介素6水平高出50%。即使是听起来比较健康的鸡肉热狗，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它们仍然含有相同的防腐剂和过量的钠。如果您渴望那种经典的热狗体验，可以尝试烤波特菇 （portobello）、木薯木散盖，或是用新鲜的火鸡绞肉或鸡绞肉混合香草和香料自制香肠。您甚至可以将它们灌入天然肠液中，以获得那种道地的脆口感，而没有健康的危害。第一名，重组绞肉制品。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最糟糕的肉类不是某种特定的动物，而是一个类别高度加工的绞肉制品。这包括冷冻汉堡排、肉丸、肉酱以及那些预先调为好的管状绞肉。这些产品是肉类工业倾倒它们无法以整块肉出售的所有东西的地方，包括混合了来自数百只不同动物的肉，这使得细菌污染的风险呈指数级增加。加工过程破坏了任何有益的营养素，同时浓缩了有害的化合物。密西根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这些加工绞肉制品所含的发炎化合物比新鲜绞肉多出400%。经常食用这些产品的人，其生物老化标记显示，他们在细胞层面上看起来老了10岁。真正的危险在于加工过程中添加的东西。制造商使用磷酸盐添加剂来保持水分，但过量的磷酸盐会破坏血管并加速血管老化。他们添加味精、ESG 和酵母萃取物来提味，这可能会在敏感体质的人身上引发发炎和头痛。所使用的防腐剂会产生破坏粒线体 mitochondria 您的细胞发电厂的化合物，导致疲劳和加速老化。这些产品通常是由最老、品质最低的肉制成的。这些肉经过多次冷冻和解冻，破坏了细胞结构，并为有害细菌创造了完美的滋生环境。食品安全数据显示，加工绞肉制品含有危险病原体的可能性是新绞肉的5倍，平均每份的钠含量高达1毫克。
这助长了影响70%以上60岁长者的高血压问题。如果您想吃绞肉，请购买整块肉，并请肉贩当场为您绞碎，或者投资一台简单的绞肉机。这样一来，您确切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并且可以控制品质。用真正的香草和香料自己调味，而不是使用化学增味剂。现在您知道了60岁后绝对需要添加到饮食中的4种肉类，以及绝对不能碰的4种肉类。科学证据是明确的，数字是令人震惊的，但您吃的东西真的可以为您的寿命增添岁月，并为您的岁月增添活力。如果您想在变老的过程中保护您的心脏、肌肉和大脑，请依据真实的证据来选择肉类，而不是基于习惯或旧传统。现在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这些肉类中哪一种最让您感到惊讶？您有自己喜欢的健康肉类烹调方式，或是对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有疑问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您的经验和看法，我们非常乐意听到您的声音。感谢您的收看。